爱情，迄款该伤害泪稀，留下孤单该最爱。不还爱跳故日该命运，走神爱离开，爱上有意义爱袂转来。 流浪啊，心情无意来探路，世界安排，世界安排的你了强悍。流浪啊，错点转来改差，该黑马萨，让爱跟命一辈子流浪。 主啊，你讲我是有什么嘅，你么嘅？不过我哋阿春姨冇钱咧，故说我老阿客嘅办费都爱分期付款，什么日子下课以后嘛爱去打工，当做得买早嘅本恩舍。主啊！ 将天数来到，我将相爱，一在温暖的屋卡就做对了。我希望大年谈到阿春姨，经从高的，经做家事，像我爱用，我都知道天立下来，没冇相关，因为阿春姨。 会报复来到，不过阿瑞哥当初唔喜欢来到咧，爱当惊，记迄老阿爸强用的人，今日爱看到伊对阵太子劲打，爱曾经。 真经动强，将主唔爱帮阿瑞哥指挥，唔好帮伊继续做伊再有暴力倾向的人。伊迄村野出来，内着没希望，伊迄内着也在家庭的一份子。 爱着希望做得牢记欢喜的强下生法。哎呦，阿春姨丈夫的艰苦，主啊，请本来着指挥，本阿瑞哥唔好叫来着做好么？ 我冇想爱，搁转到无卡拄。我阿爸想要啉酒，打你。迄讲，我就真经无办法继续留阿春伊迄道强下。我都难为去咧。 感觉爱真紧，爱转到阿爸家哦，让我阿妹强用。有一年，骨条都会帮伊打团体们。
小勇。阿瑞哥，佢唔會打唔到啊，佢啊又唔會叫唔到走啊。我叫大太子。哦，佢唔係打，佢係你南邊人的一種集體語言啊，係冇，太子，係冇啦，係啦。錯啊！哎，錯啊！迄細奶啊就愛用啊，哦，哎，小勇你咩唔錯嘅啊，哦，阿瑞哥唔會打太子嘅啦，啊，張建耀，歹勢啦，喺我啲細妹兒面前吼，摕魯夫咧，喺我唔錯啦 ，sorry。小勇啊，阿绿哥让你费事的没事情了吼，你按用点点的就离家出走，大家哦都想帮你学习耶。先生，我冇离家出走，我将要来祈祷。你看，唔係講細勇離家出走啊？啊？你冇離家出走哦？你用為哎呀係咪專門咧？我來嘅世界也比都好有氣氛，我想要等到祈禱氣氛結束，當作的你來祈禱。你請佢來了要祈禱，係太阿姊啊！我嘅層層先生哦，家啲路口啊，看到一條橋，啲傾嘅人工嘅呢。見不到原本叫佢識睇咧。朋友啊，而家老兄弟哦講我嘅壞話，也係幾傷心吼。等下我本女講嘅大事呢。好啦，我哦行業部要添死咧，啊睇這個做嚟做嘢嚟嘛，啊？好咧啊，冇事情啦吼，哦。來尊府哈，好，來尊府哈，來。好，來這來。尊府哈，哦，走，哦。來這裡，這裡水木啦，嘿。你係成人用嘛？哎呀，都博先呢。唔點哦，佢要報信呢，佢就表示佢在意。當然同時咪表達咧，佢冇安全感。佢哦，會冇安全感，就係因為你。唉，佢拜託得咧，我又冇做乜嘅。小勇哦，佢來自己有家泡嘅環境，故所呢會特別敏感。會特別容易被別人嚇到，唔用你嘅行為冇跌當，會嚇到小勇。乜解我行為冇跌當啊？感覺我連言論自由都冇。你嘅言論自由會影響到別人啊，下一擺哦，請較注意到誒。你你有啥冇茶冇鹽㗎？來，飲茶哦。係來，夾誒。先生，請試茶。俺只是。好嘞啦，總共吼，我倆弟咧，喺佢面前吼，我通促吼，都像安樣，斯文。講法都係強嘅。係啊，然後。你講話時節，會多多觀察別人嘅反應，根本哦，就唔會咩到太自家無限切切。我喺搞樂團呢，又唔係看面相誒，也係哦，我單槍看人嘅面相，都啲嘅家庭背景，我都識啫。改做什麼樣都好咧啊！
哎，你也看得出来哦，都应该未婚夫哦，冇意的啦。唔见女朋友买冇人啊，佢又买个好点呢。啊，凊彩哦，我冇将伊叫晒晒啦。买人叫晒晒。好嘞啦，你有啥莫吵啊？生你水木嘞。阿瑞啊，前夜咧送岑岑先生转去啊。唔是啦，佢上到按安全。哎，好啦，岑岑先生无限贵安部，你就老爱天数嘛，哦。好诶啦，好嘞，去啊。好啦。所以再见啦，再见，哎，再见啦，哎，再见，哎。哈先生啊，你今早的体谅亚飞嘅面实声音呢？记得嘅背后哦，都有一只心酸的故事。好彩哦，一只沙飞又像阿春英安样的好人，张早的哦，像鸡马带鸡子强样的保护记得嘅带定记得。我弟我宋梅哦，係甜心善良啊，唔過唔甘弟，嘛該係好心做壞事啊。哪個意思啊？我問你啊，假使你打赤腳行路，又嘅腳會痛嗎？唔做嘛嘅敷衍問我呀嘅啊？哦，你做愛愛做好了嘛，會痛嗎？當然會痛啊！哎呀，都錯咧。你喺度聲言咧，一開始啊，都會踏赤腳你行人生嘅路，因為佢哋嘅腳冇係嘅保護，故所行路嘅時間都會比其他嘅聲言係較辛苦。假使記得哦，因為你喺度殺骨，大部分佢哋嘅痛苦都無法度承受。佢下禮拜讀到太闊咧，佢用個啥啦？我素梅啊，佢將你條聲音咧，佢善良嘅，本你條聲音咧，啥啥都有一種害。唔過你條聲音咧，要睇，天天咧咩事要較好，較夾嘅害。我素梅哦，我聽從有一種嘅能力啦。你知道咁樣做，咁真嘅錯嘅咩？喂，拜託你好冇？你下禮拜思考嘅時間，咁做唔得繼續向條前行呀？挨副卡就多了咩？行啊行起來啊！唉，可以來哦，你帶個微笑，咩無法度總了條聲音咧？哎，我講笑啦。唉，反正哦，事情總會有結局的方法啦。然後我想看下咧，好。哎，你吃剛一批啊？我冇送你咯。阿門。暗安。阿牛啊，下禮拜啊，喺我考慮都好咧，係乜嘅蝦先生？有咩唔熟悉？哦，要用本人啦。好，到底係定幾久？你讀書會要死嘅了。我等一下哦，阿瑞哥有事情愛同太子家宣布哈。做嘛嘅東西啊，做你自家先識。哎，你要清楚了解乜做主哦。下禮拜也都通埋堂嚟誒。哎，太子家哦，張做你叫我帶。做得留下來咧。
因讲成每年3遍，原来咱每年也3遍咯。唔好对经验了，注意看下位。此今尾开始吼，你两位都会改做民宿。民宿，这件哪一届啊？去迄个饭店享用迄么，我有心动你么？迄种想法有点瞎诶。看你办嘞，来了比迄个银行，夹到迄个费用吼，都会了在家庭的事业。这样诶，也都很配合。也都办费啊，都唔是分期付款的。你呢，咩唔是打工了？当然，我老人家下来，你注定哦，系真重要的。姑嫂，你也给民宿，我有一只主题。乜嘅主题啊？音乐。除有音乐做主题，我哋两名的吼都想好了，就按照吼查克贝瑞摇滚之家。查克贝瑞生于1926年，披头士的约翰·兰农称他为摇滚之父。他是世界上第一位把电吉他和摇滚乐结合在一起的伟大摇滚诗人。哎呦，你那只细后句无简单哦，还提到摇滚之父嘞。我啲嘅东西比你想嘅很下多。切，本日身份认识，你都係佢眼房。简单来讲啦，这查克贝瑞吼，都亲像台湾的伍佰。佢仲像按到500之家都好啊，简单又清楚。做唔得，迄讲宁夏话多，黑暗不硬棒诶。唔但枪哦，冇穿钱，哟，还会皮钱呢。给按做小甜甜之家好嘞。因为你都唱古语咩？唔系啦，我讲嘅系小甜甜布兰妮。哦，俺妈嘅阿多爱嘅名啊，我看哦，快来我家，家家来挨屋卡，按样哦，生理真会好啊，好冇？好啦，好啦，好啦，哦，啦，我做小甜甜之家。 500之家，小甜甜之家。500之家。伢你阿群吼，唔尊重摇滚的东西啊！你阿名吼，来自家隔天落来啦。做啲事啊？查克摇滚之家，查克摇滚之家，要叫查克摇滚之家。喂，今日就西鬼吼，攞去看下，哎用夠快踢啦阿雷哥，冇快踢啦，係準備踢歌嘅啦。踢歌，邊下來？我做薯片條呀，做數。唔係啊，佢變叫我啦。係蛋糕條嘅。哎呦，日條多得用買啦，啊冇一插日條係自家來啦，吼，啊一下歌吼，一下又會帶，一下正數吼，一下又會做數，我變來變去，哎 ，OK。原來生過係點笑？我差唔多死啦！適合咧，適合咧，夾夾來適合，適合。三下輪咧，每條你面上嘅實地市區，日頭嘅檢房啊，要重新分批。乜嘅意思啊？我意思咧，都會遲啲開始，日頭啊，
要两三年带一件。安样啊，除非有较大的间房，本人学带咧。你冇会老平年大强健，係咩無愛？嘿，太好了啊！也对啊，总算哦，愿意自动搬出去咧。你阿爷都自家讲的哦。真唔係，我唔可以搬出去。會啦，阿雷哥同太子家講笑的啦。最近哦，重新開始做生意哦，大家還要犧牲，冇間房，樣會有人行呢啊？錯啊，冇到錯嘅間房，然後留有愛戴呢啊。好，從一下開始，太子，然後阿給一間，哦。哎呀，行唔呀？然後秀勇一間，哆瑞咪，阿姨就跟陳怡一間，好嘛？哈，好嘛？香港冇人解暴力狂大強係，一根本係馬關條約割地賠款嘛，冇公平嘅。我跟馬關條約啊，那叫我老爺嘅自大狂嘅痛啊！老闆咧，割地賠款嘅人哦，係捱吧？捱了下吼，莫名其妙，向人都啥聲音咧？人都已經享有最惠國待遇了咧，係你用埋啦？最惠國待遇係乜嘅啊？唐去去圖書。你好啊，走啊！好啊，不難過，不吵啦！哎呦，阿雷啊，你看間房哦，用出來做你看個間房啦，哈。素梅啊，你講乜？哎呀，倉庫哦，溜嘅整理，閒做得吃哦，你喺幾間啦，哈。你冇愛啦。好啦，哈。阿 K 啊，你妹冇喺留咧暴力狂向我帶咩？冇，捱落去向我帶，你帶倉庫哦。哦，我冇誒。小友啊，你妹想去港人帶咩？哦，你倉庫帶啦，都好呢。什麼啊？阿雷哥，我是冇攞你帶哦。素梅啊，係冇人帶佢。好啦，冇。好啦。倉庫。你用咩按水呢？我帶啲片數夾病咧。我哋係咪間鬼地方啊？竟然嚟嘅啲兩邊哦！乜嘅東西按咗咯？倒款哦！係啊！大佬，等我呀！让我想闭上眼睛，微风在轻声细语，唤醒心中那些沉睡记忆。还让我拥有蓝色的勇气，不用怕晒散了一天天，晒散了一天天，多少风雨。喂，阿雷咩？冇啦，我想問你哦，你記唔記得嗰兩時沿途嘅馬來西亞飯店嘅沐浴組啊？你知道用版型啊？啊？我冇嘅會員冇了解啊？唔會答嗌做黑的啊！
袂差啊。做得咯，人伊会个同时洗枪你，加个洗清你吼，应该会算好的啦。哦，算了啦，哎哦，无想人駁在。哎哦，聽開人講，假使做得本來吃困的人下，用來自各地嘅沐浴組，記得聽說要吃到東碟心。哦，唐先生，你哦敢要上鐵道咧？來了免然後，迄味道香水又滾落來啊！萬因要講吼，佮細心間啊，用哪一個沐浴組啊？你阿生人用哪硬行呢？又唔係大生人嘅想法，對一個人強要。多少錢啊？不用錢。啊？又不用錢啊？那謝啦。哎，阿磊，你那個搖滾屋是 pub 還是卡拉 OK？我跟你說，其實我也蠻會唱歌的，你可以考慮找我駐唱啊。你是我，你是我。我那間不是 pub。是一間非常有特色的音樂民宿，叫做查克的搖滾屋。哦，音樂民宿哦，你怎麼想到這麼妙的點子啊？沒什麼嘛，隨便想想的。哦，阿磊，你真是好有才華哦，弄個這麼另類的民宿，我一定好會叫我高中同學他們都來住的啊。橘子，你人真好啊。我一定要好好幫你宣傳的，你像我們是好朋友嘛。好，那謝了，我先走了啊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拜拜拜拜。你是我的眼，不難聽哦。全部都吃掉了，重新开始了。的唱有音樂關係，係有啥我會做唔到專心。哦，拍攝哦。一講去人披上就好咧。拍攝啊，
做得抢到洗成间都吹条那无好无，迄裳，大弟嘞？暴力狂！上回问性格问然后会用那种方式啦，韩国谁上吊？你都该写功课啦。阿妹，我哦，今日检房喺 T 恤隊嘅，要吹我做。我大佬咧，怎么会批评？因为我挨时间要辦起回去咧。阿 K， 係命令你哦，而家晚哦，都係一條夫妻嘛，架 T 恤隊哦，全部梗係遷出去。你件風冇垃圾。摸垃圾。哦。今日去同事啊，阿妹哎哟，你斯里安太陽 T 8看到有人咧嘛，要長香菇誒。哦，你那個只抹得多解哦，你心動叫誒，什麼嘢哦？我全部都係400人答啊！你叫住咗做乜嘅啊？哦，咁咪做啦，咁人家窮人冇實體嘅套啊，有時先上到講得讀，萬一為地，除咗嘅溫圖讀好，呢條慢慢發覺，你先做啦。阿 Ken， 唔老人講哦，唔解入過期嘅人答，係阿關照，都係幫你省除度去裝物嘅啦。你冇知道，老初二食到等等，有一種風力就是嘅感覺嗎？因為做唔到功課啊，我會驚。小楊，頭擺你1、3年帶一隻檢房，莫開天課會驚。日下我都隨着你嘅順風啊，故所你就唔是驚嘅啦。做唔到啦，我聽咗愛開課，裝咗地水落教。小楊，2、3年帶強下愛相互體諒啊，你過嘅毛片按多，我用板配合啊。韓國，你有想過冇？課題講啊，所以唔條用架曬啊。唔過我最近做唔到功課啦。算了啦，檢房用不嘢，你想要用板就用板咯。嚟執我啊！老 T 實帶強啊！你都用手都咁嘅啊！老 T 實別注意啊！你都開啦，三年就封皮啦！大家標數。開啦！開啦！差乜嘢㗎？什麼啊？呀，先拿去用啊！阿翠，
营养袂低啊？你着去习惯哦，营养要唔低的，什么哦？暂时哦，暖一下啦吼。今夜咧，去水母咧，吼。阿生宇，你啷个东西那多哦？你表示事情就改结咯。阿克啦，伊妇人哦，无乜嘅事情爱解决啦，像我哦，相互包容就错嘅啊，吼。好咧，去水母咧，乖，吼。好咧，去水母。好咧，去水母。送妹哦，阿员工伊啥好消息，吼，因银行嘅贷款哦下来诶，唔是少诶。素梅啊，根本都冇少啊！我将嘅时候根本已经行路来听到咧啦。我海张嘢哦越起嘅，越起越多，我海都变做你讲嘢要好人嘅啦。哎呀，就好，更起更多。阿瑞啊，无想爱搁教我哦。哎哟，无想爱啊，搁教我啊，也好诶，吼。迄领导哦，听说迟到哦，教英国嘅南美人哦，伫生活当中无法度依靠啦，故说张飞离开诶。无听错哦。也记得哦，你伫迄实实在在经营民宿哦，案件都赚来的哈。素梅啊，安全感对什么人很重要？安全感，有迄什么哦，其安全感来自南美人，有诶来自自家，都看你欢喜用办个什么呀。反正哦，你欢喜嘅，素梅拢支持。好呀，是调整哈，前面啦，嗨，莎莎嘿，好。我个摇滚民宿终身开张咧，掠到4个月，都系掠个民宿嘅服务生，记得要自家做、自家食，讨掠个民宿，存记得嘅生活费、学杂费，还有沙费经验。虽然那个我等计算咧，不过摇滚我嘅灵魂，是充满同我生活的每一分、每一秒。查克贝阿你哥，佢起來啊，我個蘿蔔腿都會生出來咧。歹勢啦，阿瑞哥，我想唔出來。但看哦，佢到阿母頭慢慢要研學啦。哎呀，阿瑞啊，好嘞啦，好嘞啦，太子家先你去歇困啦哈。好嘞，好嘞。好嘞，好嘞，哎呀，好嘞，来来来，哎。阿瑞，用班兄啊，生意好冇啊？唉，先做了一张讲了。奇怪呢，因为冇人学咯。张奎中的天日先唔是结啊，惨惨的哦，会有气色的。
叫人登记救咯。这迄宣传做都无啦。根本唔啦，开总建议吼，我到双面站迄顶安尼面上广告的呢。你看落去啊！欢迎欢迎来了！阿爸你，你看来了，你看来了！发生火灾啊！喂，不宜讲水的啦。陈经理关号线。哎，男朋友派邮差吼送信的来呢。哪系啊？不过工作来吼，慢啥写来按图哈，莫该死拖嘞，莫用 email 见信，还要用书写信的哦。总算伫咧，因为无答应人哈。阿瑞先生，你个开幕的幕上唔错咧，个坟墓的墓呢？童先生啊，来掠迄吼火星文啊，因伫掠火星文真实行咧，哎，我张做的吼，因为显托你的聪明。给你韩国下一种扫墓期间大拍卖么？唉，扫墓吼，迄盲眼的事情啊，盲眼再个讲啦。哈，你还真英雄安永州？阿雷呀，你也累了一天，赶快来喝一碗甜汤啊！哦，好。你也在，要不要也来一碗？哦，不用了，我还有事。唉，橘子啊，他怕胖了，你不要看他这样瘦瘦的，重得很哎。你怎么知道他很重？小姐，不好意思，参考一下，谢谢。小姐，参考一下，我们开了一间民宿。唔記得談同按計隻屍體嚟啊！你在做乜嘅？捱頭跟發嘅宣傳單啊！小姐，謝謝，參考一下。你要去哪呀？你都帶頭嘅做乜嘅啊？来出讲吼，你来就做欣赏诶，做人用暗称哦。你都帶上去講乜嘅？哎，你阿邊人啊，講嘛係強壯嘅呢。你知道行到咁要表弟一家不冇去帶，還在事前來黑人嘅面相。唔講咧，你天元土里吼，唔講藝上啊，藝書從嘅沐浴組啊，對民眾有冇乜嘅幫助？藝種咗啲天數啊，發給宣傳單，宣傳一下呀。陳真先生，我真感謝吼，你按認真聽出來種面相。你等一下。乜嘅事情？藝真唔係讓人聽數。乃是強怕哦，跟民眾無千里，到時啊，跟小朋友又本想盡辦法送走，乃是無想要看到亞種嘅情形。哦，係用㗎？再個講哦，跟民眾有賺錢，唔爭做的啊，較做的辦個機票錢。放到錢哦，都爽感錢。冇用好啦，人嘅錢哦，都用嚟做投資，乃民眾嘅錢哦。唔愛捱，一來做股東。了咯，艱苦。唉，你安心啦，我慳喐了，做事情會做一般呢。聽錯啊，為了安年民俗做起。清好就會按用啦。你定定看啦啊！真記得發傳單哦，你攞去火車頭啦。火車頭？係啊，你有人為了 visa 吼，對迄個哦，爭有死球啊！你火車頭發傳單啦，比啲機會哦，幫助更加大啦，點啊？
来，送餐啊！来，整一累。叫啊！走好了。喂，查克哦，我们这里没有住外国人哦。好。喂，你好，我们这里是查克的摇滚屋。哎呦，爱忘提嘞吼，也好，原来户口按做查克啦。哦，房型哦，房型，有精致套房、家庭套房、景观套房，还有蜜月套房，附中西式早餐。可以啊，可以和民宿的主人一起用晚餐，打折。平日打7折，假日打9折。好。耶！你哈仔呀，永远要祝我们听风嘞！有你听风哎，有你听风哎，有你哦，有你看欢迎光临查克摇滚屋。太子，莎去表演我。哦，弟弟，有房间吧？有，你要单人房、双人房、豪华套房，通通都有。那我就来一个单人房，但是要双人床哦。哦，没问题。还有，我的房间啊，一定要有漂亮的 view 景观，而且啊，到了傍晚呢，要能够看到日落，但是不能西晒哦。啊有，我们都东晒，行不行？带高贵小姐去哈。小姐这边请。谢谢哦。啊，对了啊，箱子很贵哦，小心一点。太子，哦，小心走。来，查克摇滚屋好不容易有客人来，我们要叫来。查克，叫。想闭上眼睛，微风在轻声细语，唤醒心中那些沉睡记忆。花瓣铺满了一地，就像往事的脚印。我终于又回到这里，大海让我拥有蓝色的勇气，不用怕晒散了一天的雨，晒散了一天的雨，不管还会有多少风雨。似梦已陪我欢笑和哭泣，一起守护着许下的约定。不用怕晒散了一天的雨，晒散了一天的雨，不用害怕暂时的分离，书把松开的记忆，有一天我们会在花树下相遇。